这帮人找的这个女孩叫杜若楠，跟林美雅长得很像。这个杜若楠呢，欠了高利贷，由于这伙人认错了人，他们就盯上林美雅了。关于这件事呢，我们会继续跟踪调查的，有什么最新进展，我也会随时通知你们。再次感谢你们啊！谢谢吴警官，不客气。江一龙，全国自由搏击冠军呀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就算我不是他亲生的，我也在我家住了20年，交了他20年的疤。我真的是不想干了，替他辛辛苦苦地操持着公司，最终也只是侯家的一枚棋子罢了。我们2个一起离开这座城市，好不好？换一个新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说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！我是无所谓，我到哪儿都一样，但你不一样啊！你是欧瑞欧氏集团的总裁，你要知道，你今天所有的一切是你自己奋斗来的，不是因为你是欧长林的女儿。你凭什么要把你的未来就这么空手让给一个不学无术的欧阳呢？反正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那么自私的。我陪你留下来，陪你一起抗争到底，啊！我是不会让你家离动的，你要嫁的人是我。等我一会儿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林书安。小哲吗？刚才我接了个电话，说小雅被人绑架了。什么？美雅被绑架了？是啊，开始我也不信啊，我还以为是诈骗电话呢。后来我给小雅打了个电话，她确实是被人绑架了。不过她现在已经被人救出来了，但是她受了伤，现在在医院治疗呢。你马上去趟人民医院。行，您先别着急啊，您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林叔来的电话，说林美雅被绑架了，现在在医院里面。你知道林叔从小也是带大我的，对我来说就像父亲一样。我是怕他一个人，万一忙不过来，他需要人帮忙我觉得我要去帮一下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应该去看一看。好，快回来啊！快！疼吗？不疼。这帮混蛋的绑匪，他真该死！
这也真是，他干嘛非让你到地库等他呀？哎呀，爸，你千万别着急，一会儿你血压再高了。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没什么事儿。你这事千万别怪小哲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去地库等他。那些绑匪也没打我，你这个手是他们拿绳子把我绑的，不绑了我不就跑了吗？其实我跑来着，就是我有点笨，跑的时候摔了一跤，你看，把脸给卡着了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这事也怪爸爸。你说我早点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家，不就没这事儿了吗？哎，叔叔，你说你这个孩子啊，你加班就加班嘛，干嘛让小雅在地库等你啊？要是他在办公室等你，他能出事吗？今天小雅幸亏没有事儿，她有个3长2短，我对你不客气我。爸，你别冲小哲发脾气，我刚才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他不知道我在地库等他，我没告诉他，我想给他个惊喜。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在地库等你下班，结果不知道从哪就跑出来一堆人把我给绑上车了。其实他们是绑错人了，还好蒋一龙跟欧阳看见了，就一直跟着绑我的那个车到一个郊外的厂房里，把我给救了。爸，你别再怪小哲了，他确实不知道我在地库。好，我去看看检查报告出来没有。什么事儿，都是一些皮外伤，医生已经简单的处理过了。一会儿检查报告出来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可以回去了。以后别去地库等我了。我想见你，但是你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微信，我又不敢去你办公室打扰你。你不管下次做什么之前，你让我知道一下。让你知道有用吗？老总，这人谁啊？他来干嘛？没什么问题。哦，回去之后好好养养，外伤就好了。好，谢谢你大夫啊。哎，警察那边已经调查完了，你的身份信息没有问题。他们要找的这个杜若楠，好像是一个跟你长得非常像的女孩。这女的欠了高利贷，这帮人不知道怎么就盯上你了，以为这个杜若楠躲到这儿了。具体情况呢，警察在调查。这段时间你要多注意安全，千万不要一个人乱跑。对，他们一直叫我杜若楠。你们说的那个杜若楠，她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好像是一个跟林美雅长得很像的女孩。她多大年龄？是不是跟小雅年龄差不多大？她现在人在哪呀？具体的警察在调查，有什么情况警察会联系你们的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说他跟你长得那么像，那你今后一定会出危险的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一紧张，把正事给忘了。老总啊，真是谢谢你啊！谢谢你救了小雅，要不是你们，小雅今天一定会出危险。我现在想想我都后怕呀！真得好好谢谢你啊！哎，叔，不用跟我这么客气，我就是刚好赶上了。哎，那也得谢谢你啊！哎，我请你吃顿饭吧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要不我请你吃个夜宵吧？不用说，改天再说吧。啊，也是这么晚了，那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啊。小哲，你一会儿送小雅回家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去，不用等我啊。哎，爸，都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出去办点事儿。你是吴警官吗？你给我打过电话呀？我是林美雅的父亲啊。
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还打扰你。你现在还在派出所吗？哦，我想过去了解点情况啊。哎，好好好，那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啊。好好。欧阳，你的衣服。你先穿着吧，晚上天凉。我告诉你啊，虽然是分手了，但是作为一个男人，该尽的责任还得尽，明白吗？上车。咱们俩的事情，我还没跟我爸说呢。我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，我也没想到他会给你打电话。不知道有没有打扰到你工作，对不起啊。不说了，上车我送你回家。还有，欧阳那边我已经解释清楚了，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了，咱们俩分手跟你没关系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，他没有权利指责你。跟他解释？你跟他现在什么关系啊？你们俩什么时候变那么好的？是不是你现在让他干什么，他就替你干什么？你让他帮你演戏，他就帮你演呗？演什么戏啊？你被绑架，就这么巧，他刚好路过，他救了你。完了，你们再找一个不知道是谁，假装警察给林叔打一电话，林叔一着急就给我打电话，我不就在这儿了吗？林美雅，我是说的不够清楚。你这么死缠烂打，你有意思吗你？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，你就是这样想我的？你觉得我自己把我自己打成这样，我有病啊我！今天我在地库等你，我也不知道从哪来了一帮人，什么都不说，直接把我追上车。我跟那帮人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讲，我已经告诉他们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，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听，他们打我，他们扯我的头发，他们还把我绑在那个椅子上，他们一堆男人要来扒我的衣服啊！我当时都觉得我快要死了，是欧阳和贾云龙及时出现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你如果不相信，你把那些人拉出来，一个一个对质，你问问他们，这到底是不是我自导自演的一出戏？说完了。你为什么突然一下那么狠啊？就算分手了，这么多年了，难道我不是你的亲人吗？我不相信你会这么狠心，我不相信你把过去的点点滴滴你都忘了，我不相信我被别人欺负你不心疼我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什么发生了什么？我说清楚了，我烦了，我不爱了，我现在连亲人都不想当了，不行吗？你到底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不要！我有腿有脚，我自己可以走。慢走。谁比谁更虚伪，更无所谓，被冷眼嘲笑也会全身而退，小潮般过活的人啊，太狼狈，麻木的厌倦了黑暗的空间里独自颓废。想开口，却又收回。
扎着，脱下负坠，一丝的温暖将颤抖击溃，满世界的黑你遮光倒退。不好意思啊，请问哪位是吴警官呀？我就是。哦，吴警官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林美雅的父亲，我们刚才通过电话的。哦，来坐下说吧。哎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来打扰你，我就是想问问杜二奶奶的情况，她现在人在哪儿啊？当时她身边是不是还有个母亲啊？或者父亲什么的？她欠房费多少钱啊？哎，她怎么能欠别人的钱呢？李先生啊，您是不是认识这杜若楠啊？不认识。哎，应该是这样啊，吴警官，绑匪啊，把我女儿当成杜若楠给绑架了，而且说我女儿跟杜若楠长得一模一样的。现在绑匪是给抓起来了，可是日后如果他同伙再把我女儿绑架了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我想打听一下这杜若楠的情况，只有把杜若楠这个源头解决了，我女儿才真正安全，你说是吧？是。只知道这个杜若楠啊欠了高利贷，其他的绑匪咬死了不说。这件事情啊，我们一定会抓紧调查的。这段时间呢，让你的女儿小心点，别到没人的地方去，晚上早点回家。啊，这我知道。吴警官，我有个请求，不知道能不能说呀？您说。哎，我想跟那个绑匪聊一聊，了解一下这个杜若楠的情况。不行，现在啊，连家属都无权探视。您呀，别那么着急，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好吧？是这样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啊，没事，走了啊，您慢走啊。哎。开灯啊！别人喝那么多酒干什么？对身体不好啊！晨晨。你要是和林美雅分不了了，你就挑明了告诉我，别今天一个绑架案，明天一个杀人案。我今天什么状况？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，为了你的林叔、林美雅，美其名曰你的亲人。说话，我也是女人，我今天也受伤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你离开的这几个小时里，我无数次的在想象你和林美雅在一起的样子。她那么小鸟依人，她那么需要你，她在你怀里，那我怎么办？没有啊。什么都没有。今天就是林美雅真的被绑架了。你弟弟也去了，是欧阳救的他。
我就是在旁边，我就远远的看了一眼。是因为林美雅没有告诉林叔我们俩分手的事情，所以林叔才会给我打这个电话。反正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，我让他不要再闹了，绝对没下次，绝对没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心情不好，都会过去的，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小龙虾解决不了的。王爷爷，这不是我总说的话吗？对呀，你不总是这么说吗？我们分手了，忘了我。我不想跟你这种没脑子的女人在一起。跟在你身后，心跳莫名，不规律。就算分手了，这么多年了，难道我不是你的亲人吗？我烦了，我不爱了，我现在连亲人都不想当了，不行吗？是我没有吸引你的魔力。像风在你手心，我一颗炽热的真心，你害羞的表情。照片都要贴在这边。娘，咱们家以后都是你说了算啊。只是我害怕，我没有你，会恐惧，害怕你向往自由的空气。只是我害怕你的心。害怕我没有吸引你的魔力，只是到明天，我不确定有勇气继续面对你，面对你的犹豫，只是到明天，我不确定我还相信。相信我还有吸引你的魔力，上帝赐给我吸引你的魔力。
杜小野，我知道，我找了你23年，可我一直没有你的消息。现在在哪儿啊？啊？等你。当我知道你生了一对双胞胎，一个叫多若雅，一个叫多若男。可是你由于经济困难，交不起住院费，忍痛把那个患有现在是心脏病的肉送到了孤儿院。是，你不愿去找他，可你可以来找我吗？我可以帮你这个忙啊。天爷睁了眼，让我在孤儿院里找到了若雅，我把她带回了家，我还给她治好了病，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给她起了个新的名字，叫林美雅。哎，你喜欢这个名字吗？啊？可是我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呀。今天，老天爷又开了眼，又给了我若男的消息。你说这孩子，他干嘛要借人的高利贷呢？你说啊？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啊？是不是你们又遇到什么困难了啊？起来了吗？起来了吗？你早上什么时候走的，我都不知道。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，但是呢，我也不希望看到你每天把自己喝大了才能睡。你已经好几天没去公司了，振作一点啊，事都会过去的。有我陪着你一块儿，早饭已经做好了，趁热吃啊，爱你。
个你不如姐。爸，你喝多了，走，咱们回家。慢点，慢点。你说你好好的，你喝那么多酒干嘛？一直都在，你怎么不来找我？我这不来找你了吗？一直都在。你说你没事喝那么多酒干嘛呀？哎，慢点。你说，难受吧？都。都这么久了，我一直没找到时间问你，那天晚上到底怎么了？你干嘛一个人跑到马路边喝那么多酒，还把自己喝成那样？要不是我去找你，我都不敢想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嗨，你还说呢？我那不是担心你吗？担心我，你更应该回来陪我啊！那天晚上到底怎么了？我这不是去公安局问问情况吗？我是担心那帮委他们要是还有同伙怎么办？哎，他们要是再把你绑了怎么办呀？我这是想问问清楚嘛。你这孩子，你这么一点都不体谅我这做老爸的良苦用心，你这，哎，我还想问问你呢。你说你这几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哎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每天早晨吃那么点饭啊？你不让老爸担心吗？你这是？我躲着养伤啊。你看我脸上的伤都好了。哎，的确值得表扬，那真是不错啊！你看你今天早上还给爸爸做了早餐，你还吃了这么多饭，不挺不错的啊！好，爸，哎，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。你说。我和小哲分手了。什么？你先别着急，你别瞪眼睛。哎呀，你千万别着急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嘛。我跟小哲分手，算是和平分手，跟任何人都无关。不是，这些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我想了很多。小哲说的对，我们俩已经认识20年了。20年一点变化都没有，换做是谁都会烦吧。他现在想要去追求全新的生活，如果我成全了他，我何尝不是又给了自己一次追求全新生活的权利呢？我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纠缠他不放手呢？我放过他，不就等于放过我自己了吗？所以我决定了，我不回欧洲了。什么？我要留在你的身边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去找工作了，我要发光发热，我要变回以前那个乐观、快乐、潇洒的林美雅。好了，爸，吃饭。这个菜你得多吃点儿，这是我专门为你拌的。味道不错。好哥。爷，爸妈早。哎，早。哎，来，嚯，够丰盛的啊！哎，对了，你们跟欧家谈那个定亲的事儿谈得怎么样了？顺利不顺利啊？定下日子来了吗？哎，爸，您就别提了。你说这个欧瑞一直不都好好的吗？可是，一说订婚期，像杀了他似的，连他爸妈当年那些见不得人的情感史都说出来了，弄得饭桌上那叫一个尴尬。我没听见。哦，就是谈崩了。
崩了啊！哎，怎么会崩了呢？对于咱们家来说，有什么崩不崩的？我们东东这么优秀，上哪儿不是女孩子上赶着追求的呀？我还是没听见。你能不能说的大点声啊？啊，你不知道咱爸耳朵背呀？你这嘚啵嘚啵嘚啵嘚，他听不见。就是你老这么嘚啵嘚嘚啵嘚，我根本听不见。爸，我是说，东东没看上人家。哎呀，东东，这得怨你了，你眼光高，看不上人家。东东，跟爷爷说说，你到底你喜欢什么样？想知道吗？啊，我就不告诉你。爸，东东的事儿让他自己做主，咱做老人的就不管他们了，爸随他们便啊。亲爱的爷爷，您啊把心搁肚子里。您大孙子我优秀着呢，不怕找不着女朋友。回头啊，我一定找一个这世界上最优秀的女孩子带回家来，做您的孙媳妇，让您瞧瞧，行吗？你看看，他这一大声，我就听清楚了。你知道谁回来了吗？谁回来了，爷爷？当然是我啦！谁家的？当当当当，惊喜吗？哇，亮瞎了我的眼啊！我们家千金大宝贝回来了。不是，你不是应该在日本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晚上呀，我回来的时候你都睡了，所以我就只好等到今天早上再闪亮登场喽。好了好了，快坐吧。你不是都想咱们家的早饭了吗？哎，我可惨了，整个东京只有一家味道还算可以的中餐馆，都快被我吃烂了。是吗？那也没觉得你瘦啊。讨厌！听说你和欧瑞姐的婚事黄啦？讨厌！哪壶不开提哪壶，那叫黄吗？在我的字典里，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开始过。OK。没关系，爸妈爷爷。我哥和欧瑞姐的婚事黄了不要紧，可是还有我和欧阳的婚事呀，只要咱们两家联姻不就好了？你们放心，我嫁给欧阳完全没有意见，你们也没意见吧？没听见。那就当你没意见了。哥，他们都没意见。从今天开始，欧阳就正式成为我的未婚夫了，我们两家联姻的光荣使命就放心的交给我吧。我们家微微啊，没别的优点，生来自信。哎呀，这下欧阳的好日子要来了。那当然，吃饭。